地方景色與生態意象融入晶透果凍，展現另類的台南藝術創作。超夯的菜奇鴨、葉奇鴨也直接化身成為果凍作品，讓現場多了幾分萌趣。希望這個大家可以接受果凍花，推廣到全世界，讓我們台灣的技術發展到全世界去。今天我帶來的是那個台南的飼鳥，叫做水雉鳥，還有一個白河的蓮花。把台南重要的 IP 變成了這個廚師們廚藝的果凍，真的看人讓人家捨不得吃啊！2026台南美食之都世界餐飲藝術挑戰賽今年邁入第3屆，市長黃偉哲宣布賽事將於10月26日至28日登場，以美食之都為核心，結合城市文化、產業資源與國際交流，打造亞洲具代表性的世界餐飲藝術競賽品牌。參加過台南廚藝挑戰賽的，是可以在世界廚藝廚師中間積分可以加分的，所以說我們歡迎大家一起來報名，到9月30為截止。那今年分了很多組別，包括中式、西式、糕點、烘焙等等，那都是可以說對於許多的廚師都是一個風金奪銀，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廚師歷程、職涯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。今年賽事規劃4大類、33個組別，預計吸引國內外餐飲好手來參加。為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競賽環境，這次採雙場地規劃，全面導入台南意象加分機制，鼓勵參賽者將台南在地食材、歷史文化、城市景觀以及人文故事融入創作。記者陳懷談的報道。